基隆這個漁船全魚6號昨日4月16日佇咧釣魚台東北邊的海域墮毀，船長是到這陣也找無人。咱的海巡署是甲日本合作，當咧拍拼找人。不過這個時陣，中國說是利用這意外咧甲台灣徛。中國海警昨公布救援的相片，講是會保護中國台灣的漁船。咱海巡署就隨批評中國咧武力政治。基隆接漁船全魚6號規大船墮毀。烏煙瘴氣的天頂，意外發生在咧16透早。這台98噸的高網漁船，12自北斗仔漁港出海，因過在咧經過釣魚台東北方海域的時陣，船煞墮毀。船上6名外籍船員已由附近作業有船全嶼36號及時救起，均無大礙。張姓船長失聯，海巡署於接獲通報後，立即啟動應變機制。這台基隆籍漁船船長有台灣籍4張的船長，也有6位菲律賓籍的船員。墮毀迄當陣跳海逃生的6位外籍船員，和附近的台灣漁船全魚36號救起來。因過台灣籍的船長無看的人，也閣佇咧找。彭佳嶼東北136位置處搜救全魚6號台灣籍船長。這架船艦也引起中國注意，中國海警局17暗發通報。公開現場的相片，講執行巡航任務的中國海警船，到司法的海域拍火加搜救，也講會繼續保護包括台灣地區在內中國漁船的安全。這項講法，互咱海巡署反駁。海巡署強調，相關講法是政治操作加人治作戰。除了偵派越南艦去救人，也繼續會動日本方面，全力在咧現場找失聯的船長。希望中國賣照着海難事件進行政治操作。用中國台灣籍漁船的講法侵犯咱國的主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